错风若是歹的缘情，伊建议留去调解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差最难万言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现在阮讲世高涨海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风电间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短短枪弹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同样的路，伊劝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电台。嘿，我爱一笔一生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哎呦，看落呀！阿爷呢？你下摆冲多奖呢？阿爷呢？哎呦，阿文娘啊！我下摆真的冲多太奖的啦！啊，哪个是？太伤啦！哦，嘿啦，很太伤，有人有個排泄哦。梗係都歡喜呀，係歡喜呀！哦，这个因为马斯啊，他嘛市场哦，一共几个？阿爷呢？怎么？什麼？所以你係叫因為義工初到嘛㗎？啊，迄個抽到獎的呀！哎姐，唔係啦，同佢冇佢獎啊。錯啊！佢都係抽到嘛㗎呀？做兩條線。係啊係啊。 兩條線，錯啊。嘛㗎呀？阿文爹，兩條線，做係太獎啊！嘛㗎睇咗。阿文爹，什麼？抽马街啊，抽田条黑啊没啊？抽田条的，哪个两条线的？兩條線哦，就是葉運棒的兩條線。嘿娜，我哋跳緊人喎，有神咧！有神啊！錯啦錯啦。冇錯啦，什麼要死的？我做阿爸，我做阿爸啦！阿爺呢？啊，什麼啊？有意哦，有意哦。什麼有意啊哈！哎，看唔出來眼強啊，阿樂係我叫呢。太自信啦！有去嘛？喺車嚟望，喺車嚟望。哪個車呢？什麼有神呢？我做阿爸，做阿爸啦！有嗎？有神耶！放熱仔吼，就加出去啊！來求你個遊戲啦，自己係雙喜臨門。嘿呀，上到天光的放雨出去加人的咩？故意裝頭他家出唔盼的，今日聽到向我好消息啦，正日做天公吧，送我泰禮呢。係啊，俺人家做戲，但係人鴉片啊，要到一間人面啦，然後。
后生我去谁去哦？爸，你的风也变的啊，然后拿着来，不用聊。boss 啊，咱人讲哦，阿雄可以有你把迄正经的哦。啊，爸，你个护士连电来，用跳太远咯。你啊包啊包吹，唔知哪叫张做就传转来。我从细吼到大，从来都唔是养工人，读书都唔养技真，教呢咩教唔养眼嘢。本来想讲哦，兄妹那阿水无姜生人，爱让你们咩替好杯一命，唔看呀，行个输咧。 Come on boss，呀有嘛个好比的啦？我啷讲啊，我做迄唔甘面呐，嘅阿爺啊，一下要教冇嘢，生下來我難順呢。我本來吼想講做啲早啲嘅結婚喎，本來嚴重嚟喎，結果咧連10歲冇嘅朋友都冇帶進來。嘿啊，皮卵啊，嘅有对象會卡家就要結婚哦，嘿無半夜把暗笑哦，手藝唔錯哦。俺是在知道吼，俺还以後上啦，結婚的事吼，俺是好好考慮啦。很後生，我創立隻世界咯，我做阿爸了，我要行要走了，我講啊，要聽人都講冇。 成家你呀，成家你呀，愛結婚成家，先愛先停下來，按章有辦法，上門大便事呀，按有章錯。咪查，甲孔子都有講咧，30而立，你都幾多歲呀？哈？愛結婚哦，愛做乜哦？冇事，你嘅門嚟啦。門咧？冇啦。冇偏了了。愛嫁，愛先有對象，像唔呀哈，咩冇買對象，愛嫁啊，都嫁唔來。 Excuse me, boss。其實皮卵有對象。有對象哦？乜嘢？我做唔嚟。 喲，唔打你咯，就咩人家狗子演啊，咩都無限去擦，懂得戲劇化嘅改編咯，你有冇啲？喲，到底係乜嘢？你講啊，近水樓台先得月，月亮就在你身邊。面房啊 Boss，皮卵是暗行嘅。 哎呦，你老懂呐！記，唔好記，哪條開始呢？爸，我老記而家冇讀過開始嘅啦，唔係啦。哎，冇，我做乜冇想到呢？本來我都想吼，我要原本接書經營民宿嘅事業。 冇想到，唔變廿八，我有辦法咯！哎呦，爸，一路經營民宿嘅事業有乜關係呢？做乜冇關係？拖到這時卡，你不卡住多一3年，來睇出裝民宿，要做得手法1分薪水。你看，我看我平常安樣亞亞單單，冇做生意腦筋嘅樣嘅。 冇想到，我行乜行你愛鋪起嘅，行厲害喲！真見起乜㗎？胡干嘅仲跳搖，行厲害喲！呀，跳搖，跳舞，呀，這邊。 做乜嘅啦？哎呦，文彪，哎呦，
那这样吼，本来丰盛的沙滩吼，早都人魂稀散的啦。哟，唔系小开咩啊？用诶，莫钱包缝包了。哦，唔系啦，阿爸吼，看到个风雨做一步结婚，唔甘愿啊。讲乜嘢吼，喊他比个安言说，喊他做那么顺呢？哟，你老嘅杰西卡唔系以后咩？咪看安尼啦，讲原因吼，你老嘅风雨也甜哦，叫下结结啦。你讲乜嘢唔不空的无？按讲，那有可能哦。哟，讲少嘅你安认真个嘛该？王子吼，俺忙上应该听下来啦，俺知道。呵呵，谈恋爱比较甜蜜。错。我有听你讲过，佢細妹啊，結婚以後哦，會變做硬愛嘅人呢。錯，哦，個傑西卡吼，你下就係面線咧，迄個結婚吼，那天吼我俾佢煩死。你也會嫌佢，我老人講啊，假使有人哦，冇談到夾生哦，愛款行會唔管啊。切，這唔會咧。按老個小樂咁嘛？算了啦，我都冇想去講咧。唔管吼，我用嘅藥劑、對劑啊，佢就像啲絕緣體用嘅，都冇想去插我。唉，連哦，我藥劑出去哦都意難咧。小樂吼，小樂吼是什麼一講啦？咁講吼，佢真件就像個冰山強用，你用個幾多嘅熱情哦，都冇法度攞佢用嘅。不過，我就會中意亞種嘅小樂。兩個啲啦，又唔講吼，小樂對你冇意思，你就唔係死心眼嘅啦。也唔係死心眼，也係痴情。你係咩痴情？你係戇啊？哪有會戇？個天涯何處無芳草，何必單戀一枝花？不用睇，你就真係有個鬼片嘅花海。馬嘅花海啊哈！也好，就算有個東江嘅玫瑰花、百合花，甚至是花中之王的牡丹花，都比唔過愛新關渡嘅冰山雪蓮。唔是個做戲嘅啦，驚吼，我老實講，目前哦，啲小樂對人吼，一點咩嘅感覺都冇啦。冇相關。我做得按樣遠遠嘅看定佢，保護佢，安尼我就知道當幸福咧。唔必要啦，你看莫叫咧。我教踩起嚟就半公嘅馬嘅把開嘅偏體咧。好地哦，小樂老愛來盡來，小樂佢就係我嘅天使。惡魔！小樂，我會喊他三忙，喊他兵，有一日我嘅真心一聽就得感動嘅。放心，講完定講有出家，我攏安排好嘅。信用查開個一路搶定，哎呦，人哋喊把生活要像阿姨平平順順，很鬼好啊！啊，聽咩福嘅？你家圈圈天天冇乜逢場頂啦？哦，係哦，係啊，伊無佢買一天攞杯滷順後呢，啊行路唔是3分鐘哦，
没有。哎，那案子说啦，那短短的3分钟，还能讲，案子说多谢多谢。应该。你也是，你是用意啊？淑慧呀，哈，你怎么了啦？怎么脸臭臭的，面白白的，愁眉苦脸啊？这次的婚礼主题哦，太难想了啦，要有哈嘎特色，又要兼顾传统与现代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瓶颈了啦！安树啊，对不起。淑慧啊，婚礼正常办就好了，你搞那么多花样做什么？没啦，个所谓家人是好意嘅，想要留个婚礼办到大家都唔会添两体啦，系啊。俺问你啦，嗯，婚礼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只要想通了这一点，婚礼怎么办都只是个形式而已。走本台眼看的啦，你听听面哈，慢慢想哈。我去定点埋伏了。阿燕，关门喊来啊！哦，等下想吃咖啡啊？安树啊，阿福叔说的有道理，婚礼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当然就是新娘子要美，菜要好吃，进场的时候要风风光光啦，音乐要别出心裁。哎呦，我怎么越想越多呢？脑袋都乱七八糟了啊！我也是，我一想到女儿养大了哦，就要当别人的老婆，我的心情也是乱七八糟的啊。哎，你是女方的爸爸哎，我当然要以你的意见为主啊！快点啊，给我一些灵感啊！快点！不行，我现在没办法思考，淑慧，我决定全权交给你了，你爱怎样就怎样，啊！哎，富哥，你咖啡要加油的嘛？哎呀，我就想不出来了嘛！姐，你不是都要惯用了呀？好宽啊！都是他们哦。来，查克纳。你要干嘛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想不出哈嘎特色的婚礼，所以我负荆请罪，我愿意承担我害你没办法结婚的责任。你骗我啦！淑慧没有那么严重啦。对呀，淑慧想不起来就不要想啦，大不了举办普通一点的婚宴，请大家喝喝喜酒就好啦。可是我想要让你跟阿天的婚姻有个美好的开始啊，从此过着甜甜蜜蜜、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可是因为我，害你们的婚礼变得这么的平凡呢。你打我好了，不要这样啦，让我自己打自己。淑慧，不要！哎呦，淑慧呀，不会啦。其实啊，我觉得婚礼最重要的，并不是举办的多么盛大、多么热闹，或是多么的特别，而是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给我们祝福啊。有了大家的祝福，就会让我们更有勇气迎向未来的人生。方宇，你说的对，结婚最重要的就是传达大家的祝福。那我来弄个小天使信箱好了。每个人进场的时候都写一段祝福的话，投到信箱里面，然后留给你做纪念啊。那再请你的爸爸、你的主管还有村长、里长、市民代表啊，还有乡长、县长通通轮流上台致辞啊。这样好了，我们来顺一下那个名单啊。小乐，有没有纸笔啊？不用了啦，其实大家的心意呀，我都已经感受到了。自从啊，我跟阿天决定结婚以后，这段日子以来，大家都帮了我好多哎。阿兰姨担心菜色不够丰盛，修改了好多次的菜单。傅生叔说要帮我们指挥交通。Peter 啊，跟文炳也去帮我们拿喜饼啊。
慧玉跟瑞英，更是一手包办了我们婚礼的所有造型。还有你，淑慧，你一直都很热心，帮我们规划婚礼。对我来说啊，这整个所有的准备过程才是最难忘的回忆。谢谢你这么说。我才要谢谢你呢！你们呐，都是我的好姐妹啊！我真的很谢谢你们每个人。方宇，我也是，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女生的好朋友哦。我知道是我长得太漂亮，身边的女生都把我当作假想敌，嫉妒我的美貌。可是来到这里之后啊，我发现大家都没有心机哦，是真诚的要跟我做朋友。哦。我知道我的美貌曾经带给你们很多的困扰，你也误会我跟阿天过啊。感谢你们大家这么包容我，不被我的美貌所影响。所以，我决定了，婚礼那一天哦，我的妆啊会淡一点，裙子会穿到膝盖啦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抢走你的风采，够义气吧？我们是姐妹哎，姐妹啊，恭喜哦！谢谢啊，恭喜！那好好休息哦，我们明天见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记得嘞。好，涂子干。哦，讲哦，这样子。你大声也无这么紧。我讲真的啊，没啦，阿玲姐，我想摸啦哈，等下已经夹到来啊，我从哪啊？搓。坐这里。哦。好嘞啦，放心啦。大家讲唔管，鸦片唱一管听。哎呦，奈可呢？好啦，这样哟。好，拜拜。阿姐准备好嘞，阿天要到嘞哦。我要彩准备嘞，我要好好考一下阿天哥。依啦。哎，阿玲姐，你看一下你的桌章，你不得？做对了。好，验到。系啊，听人嘞，听人。做得。哎，生意你有点过嘛哈？有，早就准备好了。哦，还有做。我跟烟台啊，还准备拍水，冇。啊，唔免讲我照顾你。人讲嘛加妹啊，就像拍水嘅水啊，挨得冇咧。拍水唔好，那个水啊，浪费中的，保护地球啊，珍惜资源啊，不要泼水。唉，那这个你唔好嘅啦，阿弟你都会想嘛该啦。要是我，也不希望女儿嫁出去就跟自己好像变得一点关系都没有了。唉，好了，就取消了，琳达。两张错。不行啦，传统习俗就是这样啊。虽然只是做样子，可是大家都有这么做哦，那我们一样都不可以少。淑慧，我是方宇他爸爸，嫁女儿的是我，不是你啊！我说不泼就不泼，压着我也不泼，怎样？可是这是规矩哎，怎样？好了，淑慧啊，你就体谅你阿元叔啦，他是舍不得嫁女儿啦，不要泼就不泼吧。哎呦，好啦，泼水那样哦，化掉啦。南方亲友来嘞，时间刚刚好啦，准备迎娶。走了，我们去外面看。从那心爱的眼睛，一点你老去条街。
加勇气贴近，敢是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你的几行插最难万年，在他比上的世界为见爱见，天苍风色高涨海的意，敢拥有了爱情。新郎来啦！呀！然而呢，西方的占到很老年了。阿甜哦，为到托风仪哦，做福利挺身哦，唔止做吉多八多，还表演慢跑啊。不过佢一世嘞哦，也冇吃到苦哦。看到两个新人哦，按电对哦，按幸福哦，大家哦都动听哦，就抢个阿燕哦，笑唔出来。大家都知，佢唔肯得放兒，佢唔愛哦拍水，應該就會唔希望哦每將拍出去嘅水咁樣，出去就冇轉嘞。总啊，新娘辈你啊，行不行啊？我都来了。新娘来了！来坐，台位坐好了。嘿，来坐，准备张哈。今天一丰盛了哟。新郎新娘，感谢爸爸养育之恩。跪，一拜，再拜，三拜，起。實台生忙來種田，太太謝謝好過年。哎，甜啊，双鱼啊，以後就交給你了啊，你要好好等他哦。好。阿元叔，叫什么阿元叔？叫爸爸。对啊，叫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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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谢谢你多年来对方宇的照顾。从现在开始，换我开始照顾他。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照顾他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陪在他身边。方宇，你开心的时候，我会陪着你笑；你难过的时候，我会给你温暖的拥抱，想尽办法逗你开心。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你，疼惜你，对你不离不弃，只身不渝。
其实唔但将阿燕唔攀得，太甲愈强勇啊！一摆唔将迄阿燕嘅妹家人，咩其他人嘅妹姊妹家人。阿田老冯姨虽然离开本地嘅屋卡，但係这家没有新嘅家庭，人生就会按样来来去去啊！坤掉哈！哎，恭喜啦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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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恭喜啊！来说恭喜哦！阿天，恭喜你哦！阿天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容易啦！这样子，今天哈，今天哈，慢下慢下。好好照顾你哈，好好照顾他，好。先走。天天行哈。爸。嗯，有了。嗯。哪塞啊？明聪伊海像变态咧，眼水毛毛关呢。爸，鸟下望水喏。嗯。让迄个啊，好点点的啊，小伊声音，天语讲顺的哦，喵喵喵喵，哼，那咩毛毛关呢？哎，乐乐，哎，你下来想姐姐好冇？马上一点咩？爸，食着听讲你去度蜜月呢。哦。爸。嗯。等食着做落，会早一请好冇？哦。爸。嗯。阿叔啊，规日养起来吼，都冇乜解发现嘞。系啊，俺每次都按样，佢天草啊，系唔攀得风一季。嗯。哎呀，我看佢安尼吼，我也有去安慰佢啦。但係佢安尼昂神，也唔流通落去。嗯。哎呀，我卡好点点少13年啊，天草我唔管啦。哎，过几年哦就好咧。哎，做乜？等下！哟，你做乜嘅呀？呀哈，有事的人啊，动作啊不要太强啊！啊，哦，你做乜嘅事情啊？很矮就做得了呀！哦，哎呦，拜托啊！哎呦，有事的人一定要看生意啊！哦，来，坐低，结婚一下。啊！俺迄有神，唔系卜饼，爱用啦，俺请唔惯呢。头家娘啊，我注意一下，其他呢，一下就过去的啊，我生意的安全哦，最重要。好啦，俺咪请做得轻松，也几10年，西澳的姜的哦，
那就无限七叉了哦。Q B， 错啦错啦，有生之后比做生更较辛苦。嘿啦，哎呀，面倒啊，实在按路会让讲生人呢，人家无会做假铁了。根本人哦，本人抢啊，看到冯姨哦，变做暗将嘅新娘哦，我还真惊哦，都感通啊！莫叫我，有事呢你，莫人叫我哈，不用强说，不用强说。阿弟。无，就看下厝边迄个相片啊！看呀！你看冯姨姐啊，有奖吗？哦，你看。哦，爱拿住好。哎呦，很香哦。对啊，老冯姨哦，做去用的哦，不歹看。哎呀。哎呦，你条假娘啊，搞到暗红咩？其实哦，我这个相要检点哦，要差唔多好搞本黄。条假娘啊，还按做做退休的哦。我是希望细后的姜诶，有较多条的时间脾气。哦，还有几下张年啊？那天哦，真是老人听住照顾生年的啊。嘿呀，肥肉啊，也都也件点做的研究的，做得接受的啦。好，嘿安尼，就很点钟了。点钟喊吐哦。无喊嘛啊？喊佢总监。总监啊，唐起来喊风神哦。不过我咁做的。哎呀，我求咪路讲啊，是讲好。好啦，条假娘，俺子说啦，我要听头会好话做，今嘛个网络购物、电视购物啊，全部唔会再购买的啦。我要会请时间好好读书、进修，然后更较好的技术好转来。阿杨清好，阿英诶，我老飞哦，都学掉的啊。哦，恭喜嘿咯，总监。讲较台上对未？哎呦。总监，走谁？来，你上尾坐等。哦，好。我来切水果哈，切水果。哎呦呀，哎呦呀。哎呦，做得嘛？做的。用咩冇按改哦，等要成呢，好得有人家得哦。等下哈，我找前辈。哦。爸仔，我求咪莫嘿嘿哦，佢设计的书啊，摕落样啊，发型书嘛摕落样哦。呀，这条假娘强的素材啦，佮一次咯，主题好新的东西，本期搞印青铺。来，找前辈，怎么？唔错。俺们上好你会进步啦，然后我去读书。哦。所以，还冇做啊？哎呦，我还忙老条家讨论啦，这是卡老 Peter 咩行的啊，还会去好旅馆经营啦。哎呦，以后咱唔会讲养杰西卡，大哥讲吼，我见到那讲妹妹的办法啦，唔系倒了谁出去收dinner，唔系收dinner所以倒了谁，一点前途都冇啊。好啊，我支持你，你就会偷进来啊，看个 Jessica 还不按假妹么？嘿啊！Jessica 边啊？新嘅叉子哦，安子噻。哎，你
冯姨天天变东后生呢，还有毛啊，是拿做迄种毛的呢。有啦，我还有东东呢，我睇下那本。好好好，人就行威毛。睇嚟。好，阿莹啊，做事就起慢，讲到实你就亲家，看屁眼多，还干啥啦？小乐，你用的啊？无啊，我看到你弄啥案哟，我就想到我阿姊。我头摆垃圾放下水，把人放起来，捡来捡去，行落去冲屁滚，我就冲输去。不过俩下，我把人放起来，看到佢无听我声风。我还正经用在故事呢，莫用啦，小乐莫安鸟，叫我啊，你就关了啦。咱以后记得阿天严家阵来水吼，就见面啦。错，高跟 GPU 加起开，只有因赔现啊。哎呦，我就莫收那爱啦，我又莫想要加。再个讲，我姊张家体，伊下又往爱，我爸今年听错问题嘞。错，莫不安的时候100省2多。阿爷是我甲以前都无同款呢，莫讲笑啊。干妹的吼，本来就唔攀得啦，廿8号按上妹做去看去啊。有啊，我姊人自从今日转来，我爸5年以前就今年，搁去看媳妇的装潢。我看记哦，根本就当上阿姊。娘装潢，规气讲吼，头开了下，指挥交通。哔哔，有没有像他元素啊？阿姨，做谁？奇怪，还有做谁？记得哈。艺人呐，有个量哎，知，今天冇事咯。好啦，西蒙。不会，怎么啦？你没事吧？哎呦，你怎么喝个咖啡喝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是反常啊，煮的咖啡好难喝，不是太淡就是太浓。哎，淡一点说像白开水，浓一点你又在抱怨，当饭穷哈呢你啊。阿燕呐，迄你个咖啡有问题，因为怪人快穷哈。你自己喝看看。咖啡有问题。你看是不是？哎呦，安父啊，哎，是不是咖啡都过期啊？煮出这么失败的咖啡？哦，对不起。啊。零钱还给你啊，对不起啊。哎，乖乖呢，推钱推按爽快啊，饭爽啊。阿燕呐，我看哦，较快掉诶，冯姨哦。哎，叔，咖啡煮的难喝哦，没关系啦，但是你要振作起来呀，不然这样浪费食物很可惜耶。你看，刚刚那个牛奶都浪费掉啦。那个牛奶哦，也是从牛妈妈身上一点一滴慢慢的挤出来的哎。这挤牛奶哦，就跟养小孩一样，不简单，都要日积月累。对呀，牛奶就跟养小孩一样，是日积月累。
还要给他吃好、穿好、住好，还要怕他冷、怕他饿。说那些话啦，阿元就越来越伤心了啦。你什么不说，你偏偏讲一个养小孩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多嘴啦。安叔，你不要难过啦，我刚刚都是随便讲的啦。我先回去工作好了。咖啡。爸。用的啊。你好点点的转啊？张结婚以后都转去搞，迄嘛添基本。无啊。无，哪可是没有？哎呦，我真水啊！好话啦，我向下啦，去大洗，我心泡泡的啦。哪讲哦？唔使来讲话哦。我想到银行来吃饭。我点啦。好，我做唔得转来啊。冇啦，好啦，唔要坐，坐等讲。坐。我去国外啊，要买东西爱送本一条哦。啊？也今年啊，我东上小乐，要东上太家，大三年啊都有顺利哟。阿香姨也送你呢。我咩有啊？阿兰姨。哎呦，暗自说转了之后有份大礼物。唔看你两公婆有冇事？凤姨啊，要拜蜜月好搞嘛？好搞啊！来啦，阿强，去动相片哦。等一下，那本你要不要看？好啊。妈呀，爸在我门口堵，你用啥子你冇事？你冇欺负我？冇啊。但将来欺负你啦。等等咧，那个好点点的，就总迄个记住妈妈好了，像我着露头摆啊哈，给脸上看到什么假讲法，你点嘛？那条新闻就提给你啊，行业唔是了不巧，鸦片没挨有卡，做嘛做唔得转啊？没，爸意思是讲啊，做人的性皮啊，哦，认命认分，你点嘛？佮做头的洗啦，躺下的洗啦，总好变手枪来，不敢来。哎呦，家下唔知迄乜人啊，上妹哦，上到应叫哦。出黑妹，佮唔攀的，又唔敢讲，一盆水硬是唔肯攀呢，就强强拍出去，摸的出像加出去冇用的样诶。唉，今日摸的转来，你转走几多，冇用冇见。养爱加出去就冇转了，爸，气呢？气不气啊？俺这小男嘛，呀。哦。跟你讲啊，不死就转，喊你就转，当你就转，俺就会离不开呀，用诶。是啊。爸，该死你的啦！来啦，阿强，青铜球再买到的哦。哎呀。哦。也希望所有的人啊，他家就像七家人咁样，不管是到哪啊，都一条线来来电他家心。夜來來，兩腿過肩，萬緣緣錯兩沙三沙五沙，來見天馬。看到是你冇的風景，意外冇笑已到對面嘅新歡宴，仲為講一日笑打招呼。
嘅生本意，從未講你接受打招呼。對面嘅生本意。